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3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卢尚如。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为着预防非洲猪这屏东县全面开闸用喷饲边的治疗，也那中华的菜市啊猪肉介绍嘛起2成。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来3天的光复节连假淡薄冷，北部、东部和南部也是会落大水雨。花莲马太安溪放山湖已经是降做上台警戒，也那堰仔口放山湖也是红色警戒，林保署要来分阶段处理。新闻的头一条，咱来关心台中5测的 CD 验出，传出讲验到非洲猪这阳性，全国猪仔是禁运和禁抬5天，也禁止用喷来饲猪。根据环境部的统计，目前登记饲喷的猪条全国是有435大。即马这寡喷，起码是该由环保单位来处理。这次我们应变之后收回来的厨余，我们会优先采堆肥化跟能源化来再利用。那如果这个量能不足的情况之下，我们再用文化跟掩埋来处理。也就是说，我们的厨余一定要会经过妥善的处理，不会让它流落在外。为着防疫，全国是禁止用喷来饲猪。环境部表示，各县市环保局增加出来的喷的处理成本，农业部会来提供帮助。另外，各地环保局看到这载运的量无够，希望环境部开放予合法的运输业者来载喷。环境部表示会过来公告。台中5测的一间饲猪场，那像是去喂着非洲猪只，也那即寡可能有问题的猪到底是卖去到倒位嘛，真要紧哦。台中市府查出讲，即间出问题的猪场，伫咧10月13有28只猪，对大安区的肉品市场太好卖出去，其中有23只是卖到大中市，一个卖去到彰化和嘉义的。台中传出哪像非洲猪只，真侪菜市啊强调讲，卖温体猪肉单位停止营业。若是有营业的所卖猪肉，拢是进前台的，所以各地拢有民众透早就来抢要买猪肉。比例会更下降，我会替代鱼啊，然后鸡肉去替代它。啊，你都无连续5天啊，无你就无饭吃啊，你咧。团商讲，猪仔禁运禁毒5天，敢会当趁机会休困。另外，哪像发生非洲猪这即间猪场，10月初10到20有117只猪异常死亡的期间，业者13伫大安肉品市场卖出28只猪，市府已经查出去向。那卖了23只，在这12处台中市的。那个人的话个人户有10处，有19只。那公司户的话有2处，有卖了4只。卖到彰化的有2处，有卖了4只。是451公斤，还有1只是卖到嘉义，是96.5公斤。台中市卫生局讲，会追查台中市下手的去向，出公文予彰化甲嘉义县府。另外，台中市命令营养午餐即时起禁用温体猪肉，禁止包菜买。需要使用 CAS 冷冻猪肉的产品，并且自即日起禁止使用温体猪肉到11月30号。那后续相关在禁用的期程的规划上，我们会视疫情的一些发展情形做滚动的修正。农业部表示讲，因为初期猪的镜头无典型，14台中市动保处去访时，迄阵并无采样，20个甲样本送验了后，再验出类似病例，以后嘛要等待病毒株分离结果了后，才会当确认。台中地检署已经主动分案侦办，敢有违反相关法规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台中若抢到非洲猪只，全国的猪仔5天袂使运送，也袂使抬哦。农业部长陈俊贵表示，每5天会来观察一间疫情，那15天后疫情无扩大传出去，安尼就有机会来解除禁令。今年5月，台湾则得到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认定是非猪只国，想袂到日所发生哪像非洲猪只的案例。政府是严重来看待，因为台中的饲猪场吹接到猪仔死亡，台中动保处14号去访时，却无采样。农业部兽医所一直到2月才收到检体，互人怀疑讲敢有延前通报。农业部长陈俊贵来立法院质询，强调讲敢有猪只目前搁咧调查中。
还在持续的进行哦。那至于说从10月10号到10月14号，或者是中间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时间点有一些作为，我们现在正在处理。民进党立委问陈俊贵，即马所有的防疫作为，拢是农业部在做，农业部要求全国猪仔禁运禁台，国禁止用粪喷饲猪，到底是要禁偌久？我们跟这个全国的养猪协会做过电话联系，做过讨论。他告诉我们，为了要让消费者安心，20天是他们可以撑得住的。它的一个可能发病的潜伏期15天，所以我们的整个的禁运或是禁用厨余是以15天为最大的一个管制的时间点，但是我们每5天去做一个观察。哪位关心讲，农业部敢有掌握病死猪的去向？农业部讲，已经提调案发饲猪场内底195只猪。规划伫场地来掩埋。以我们现在的观察，我们是在病死猪去检测到的，但是从我们的疫调过程中，它过程中，所以你也不确定说染上这个非洲猪瘟的猪只到底有没有流入市场是吗？到底这个病死猪，我们有掌握，我们没有病死猪流到屠宰场。另外，嘛有立委质询发生疫情的原因，敢是因为饲粪喷？陈俊贵再度讲，疫调搁在进行，而且病毒的定数要22才会当完成，了后搁要做病毒分类，大概2礼拜确定了后，才会当通报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这段时间会用上严的规格来处理，嘛呼吁饲猪场的人尽量莫去北京饲猪场，营养午餐嘛尽量食其他的肉品来代替猪肉。记者综合报道。全国猪仔禁运禁台5天，即马猪肉价上嘛是对得起哦。中华传统市场一斤是对100块来起到120块，不少民众透早就去到市场买猪肉，也有人提早做饭哦，早起8、9点这猪店都无啥物肉通买咯。一袋一袋拢是民众煮饭的猪肉，肉店的肉嘛卖甲剩2、3袋尔。政府22宣布禁止抬猪仔，禁止运送猪仔5天。23透早市场内猪店肉早就互民众买了，才8点外已经无啥物肉通买咯。啊，你要来买猪肉？啊，敢买有？海拢无啊，拢无啊，要来翻有。我就卖食，安尼啊，歹煮要安怎系啊？猪店表示，22台中北村那像有非洲猪瘟案例，就开始火烧市。原本猪肉市场平均价销一斤大约100块，即阵起到120块，起变2成。有头家表示，23卖了就爱开始休困，嘛毋知影当时才阁有猪肉通卖，心情真无奈。一批头2件。啊，今日卖了，煞后敢阁有猪通卖？无啊，有啊，煞咁补助去无要啊。昨就火烧市啊，对阮小卖生意是影响真大啦。啊，这生意大，伊客无肉的时阵抱怨连连啦。啊，希望就是政府伫后休5天了，伊就要有一个完整的配套措施。猪店头家表示，希望政府伫咧防疫的时，嘛爱顾虑民生问题。因表示，为了防止猪瘟疫情扩大，政府禁止抬猪的政策一落来，画动就动，市场根本袂赴管用。因呼吁政府就爱赶紧制定相关的配套措施。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镜头转到花莲马太安溪放山湖已经是降做常态境界，也毋过拄入入雾溪安营口的放山湖目前也阁维持伫红色境界。经过林保署的监测，目前水位离岸顶无甲4公尺，有崩坏风险。因若检测的工程是拍算对今仔日开始的分阶段落去做，互这水慢慢流出来。照看简单的行李，甲大家消息，伫咧马太安溪放山湖解除红色警戒，中央前线协调所退场，总协调官季连成结束要甲1个月驻守任务。当然是感谢他调度有加，国军帮忙太多了，给他打几分？很好，满分，尽心尽力，为我们光复乡来这个赈灾。大家各司其职吧，哦，因为靠一个人力量是没有办法做到全部的事情。最后救援无棚接轨转型正式重建复原，不过另外17通报的立雾溪燕子口放山湖上新的监测资料，水位266.69公尺，离上个礼拜顶约过3.31公尺，维持红色的境界。林保署已经发布要甲霸体乌家给力，做刷坡
然后做安全空间之后，来进行第一阶段的坝顶降挖。那坝顶降挖的重点就是挖到它的水能够自然溢流。那如果它真的如我们所想没有快速溃堤的话，我们会想要进行第二阶段，再让它降10公尺左右。那减低它的一个风险，一边做一边来做评估。因为立无溪引入到崩山湖红石境界，铁路局国家公园管理处为着安全，发布全园区禁止种植的紧急公告，引起部分山友不满，认为无符合比例原则，考虑天气甲崩山湖这么进行。台管处23甲封锁范围缩小，部分高山开放。对于台八线这边的一个风阻国际公园已经把这段以外的区块。那刚好随着豪雨的减低也开放园区的这个入园申请，那这一段就麻烦我们交通部持续来做一个掌控。台管处讲，除了铁路局高山地区重新开放，也恢复南无郡方边洋纵行北离大丁生态保护区的立项申请。也若河汉山纵到大清水铁路局游客中心也公布开放。杨国强调，崩山湖虽然无明显扩大，杨国危机也未解除，希望民众唔通挖群境界区域。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北部和东北部雨势都袂停加在花莲光复乡灾区雨无大，无去影响到家园的重建工课。灾后到达嘛拄好是满1个月，光复乡即阵雨源是到什么程度？咱来听台语台记者郭碧君来讲现场上新的状况。受低压带加东北季风的影响，这几天北部加东部地区拢有可能会落大雨。那记者即马人伫咧花莲光复乡的大马泰安活动中心遮，原地昨天气遮拢是袂歹的，一直到昨暗时光复乡遮才开始落雨，而且雨势愈落愈粗。到今仔日早时雨有小停一寡，到即马中昼开始才开始落沙沙雨。但是气象署估计，即阵啊光复乡遮可能会落局部大雨，要是需要意。因若咱嘛访问到在地船长，甲咱说明天气对因救灾有造成什么款的影响，来看伊的讲法。即马目前的状况还佫可以啦，甲落较大雨落7天安尔，较大雨，等于讲风台还是落较大雨。所以过来，算讲较稳定啦。一般厝楼变好啦，就是重点是机械。机械对厝边迄个土堆土堆遐清理甲清水甲毛整然后但是人厝后壁迄无行来迄较无清，可能就是遐重视啦。当地民众也表示，即马街仔路、人家厝拢差不多清理好势所落来需要大家斗3工的，是有一寡人人家厝内底后期的状况需要拆除，也是需要看水电，这拢需要志工来斗3工。也若着惊天气歹会造成灾害，来自全台的志工为10月开始拢袂使入来光复乡遮，所以即礼拜到达光复乡的街仔路拢无看到志工。随着昨开始马太安溪崩山湖解除红色警戒，所来个是连假期间，光复乡可能会阁有志工来斗3工。当地船长就提示连假期间要来的志工一定要对防护要要义，安全就要放第一。以上是公视台记者郭碧君、林坤明来自花莲光复乡的连线报道。越南北部连续几若天上大雨，台铁的平溪线地基流去，就要等到11月才会通修复。台铁是表示，虽然全线是以公路客运来代替，也毋过因应光复连假这随风往回10分的所在，也是有火车通坐。铁轨路一开始坑的边看土石，一直予雨水冲走到登去至村局部的点卡路边度，比前一日离盘阁较大，随时有断裂风险。趁雨水等候代替工务团人员到现场，因为崩塌所在无连外道路基固甲土，爱修几道车分散，爱到11月底才能抢修完成。因为那边没有堵线、堵方案这些要由铁路再进去现场去施作填补。平溪线停驶，代替启动公路转接，透早袂少路客到随风车站咧等早起第一班，用要客满。我们也希望他能够提早一点，因为这样的话，我们上班也来不及，下面也来不及，所以就很困扰。交通时间会差多少？差一两个小时，柯南这几天。台铁表示，10月24到2日3天连续假期，并溪线会使随风到10分之间，10分到正通之间启动公路转接，所来去的平常时也是全线停驶全力抢修，用公路转接来代替。
东北季风影响，台北市山区一直落大水雨，山区道路亲像河流共款。中山景山路这个所有面体，冻土壁被冲坏，大片雨水树啊崩塌，走长青山路工作人员幕后清军，截至3早起先抢通电线。私人的挡土墙坏掉了吼，那这一部分因为它是属于私人财产，那因为影响到公共安全，所以我们今天一直在找地主吼来了解。从今天白天、今天晚间、明天白天到这个明天晚间、后天清晨这一段，看起来通通如果是在这种北部、东北部地区，看起来雨都还是会持续的下哦。气象署表示，东北季风影响3日连假，北部、东部拢是落雨适凉，到2个雨势转好。不过，北东一往大雨，自日开始，东北季风过增强。记者综合报道。这礼拜天气是无稳定哦，气象署表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接落来3天光复节连假，也是淡过凉冷的天气。虽然讲这雨无像前几天啊遮尔大，也毋过北部、东部和南部地区也是要注意会上大水雨。北部连续几日的大水雨，落甲互人感觉真压杂。根据气象署的统计，这4天台北市拢总落1497毫米的雨量，新北市1169毫米，基南嘛有940毫米。拜市的雨已经较细淡薄啊。气象署也解除大水雨规模作业，不过受到东北季风和低气压的影响，气象署也提醒未来的天气同款无稳定。北台湾和宜兰地区还是源源不断的有对流这样子进来，非常剧烈的降雨呢是会变少，可是其实就变成长时间小雨量一直不断的累积上来，所以这个雨量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值出现。那另外，随着这个低压呢缓慢的、慢慢的移动朝这个巴士海峡前进呢，今天花莲地区，特别是从沿海这边开始呢，都要留意降雨的表现。也那拜五开始休光复节，有连假3天，气象署表示，拜五北部、东半部也是会有大水雨出现，气温嘛会较低。拜六东北季风减弱，水汽减少，各地温度会略回升。到礼拜东北季风搁再增强，天气转凉，尤其是北部、基南的感受较明显，南部和中部的山区过到了后，嘛会有雷阵雨。比较偏24号晚25号的这段期间呢，看起来是稍微的缓一点。到了26号的这段期间，又有一波东北季风增强，可能迎风面降雨又稍微的提升。但是比起前面几天的这种状态呢，其实是有稍微的好一点。那这个其实就是蛮典型的秋冬季的天气形态。最近天气慢慢转凉，气象署指出，未来1礼拜北部、基南的低温干那21度至23度，南部和华东地区干那23度至25度。尤其是早暗温差真大，提醒民众衫爱加穿挂，唔通感到。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再来看地方的新闻哦，台中市一间合法的补习班负责人，甲立委林月卿登前讲，伫咧今年3月，伊发现有别人徛伊补习班的名义对外招生，伫咧地下室违法收钱上课。补习班的负责人伫咧发现了后，随停课退钱，嘛向教育局来申请暂停营业。也毋过，这教育局煞无甲受理，佮讲伊无回应限期解释来有够停招处分。结果，互即个违法的业者是继续来开班上课，教育局讲会过来派人去稽查。组织不法招生，保障合法的业者。合法设立被台中嘉群美术补习班负责人找立委林月卿定情，因讲因补习班开伫咧这栋大楼，总共有4层，只个那1楼甲3楼是合法的教室，主头家住伫咧2楼。去年年中就发现有唔是因补习班的学生出入入，到今年愈来愈多，有家长甲因讲看到网络顶伫咧招生。我们没有张贴这样子的公开宣传广告。所以我们就去问了房东，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有一个自称我们补习班的林老师，在我们那栋楼的地下室上课。黄小姐讲，补习班互人冒名招生，负责人3家赶紧停课退钱，几路便向教育局申请暂停营业，不过教育局无受理停业的申请。3家到7月去地下室稽查几路遍，拢讲查无到营业。伫7月21无恢复限期改善违规，有过停招6个月处分，袂输敢若是行政追杀，违规也搁伫咧收钱上课。我拍了4天。就近30位小朋友在这里，直到上个礼拜5，这件事还在持续。台中市教育局讲，业者依法提诉犯，考虑唔是无故停业，已经撤销停招的处分。不过建筑物依然有使用权益的问题，要来做说明。
后续还是希望说，设计人尽速把这个问题理清。那后续教育局也会来协助设计人来停业申请。教育局讲，业者伫咧记者会所讲的，无名业者伫咧地下室违规招收幼儿，会继续派人去稽查。不过，合法立案的补习班业者讲，规个过程教育局明显失职，行政态度已经向政风处甲监察院定情。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病院3班护病比，这若是讲有达到条件，就会当来领奖金。卫福部今年6月有半个亿外出去，不过台湾护理产业工会说讲，有病院甲这条钱摕来修理天棚，还是摕来买量的这奖金是安尼黑白用。卫福部有启动调查，有违规的病院表示，因愿意甲钱献给护理人员。大病院护理人员真无用，为了改善护理人力问题，卫福部今年3月开始实施3班护理甲病人比例，并且发奖金予达成目标的病院。不过，台湾护理产业工会反映，部分病院出现不当使用奖金的状况。天花板漏水的修缮，拿去购买护理师的制服，拿来做会议便当。我们很好奇，医院这样子使用纳税人的钱，这个3班护病比奖励，真的会有助于护理师的回流或者是留任吗？工会一直在强调的3班护病比必须要入法，强制实施。根据3班护病比例达标病院奖励计划规定，奖励金应该专款专用，依照各病院最差异性留任做法，并且伫院内主动公开奖励金分配方式。有部分基层护理师批评，病院方面奖金发放不清楚。我们的目前有公告出来的资讯他们其实是有包含了基层主管，就是一般护理长的奖励金的一起的那个发放钱。那这个钱到底是从那个2300多万块是怎么样的去计算，怎么分出来的？那到目前为止，至今都还没有一个详细的说明。另外，根据工会调查，114年达标奖励金发放到即阵3个月，有超过上百间的病院无写卫福部调查的奖励金发放方式。警告病院是摕来收这天棚买便当饮料，对此卫福部是开始介入调查。目前还在调查的话，至少有2家。每个个案，我们的优先就是会先等于是辅导跟督导医院。卫福部解释，重要病院奖励金也未写，也是写得无清楚，会要求这病院尽紧来说明。另外，对着奖励金错误使用，上严重会使收回奖励金。强调已经甲2间误用奖金的病院沟通，院方也讲会甲这个奖励金保护护理人员，另外继续来调查，确保奖励金正确用途。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有打算要来公布新的全球性指导方针，来加速防卫有伴技术分享，也有新增天数。这当中嘛有甲咱台湾加入去。美台商业协会表示，这就代表台湾和日本、澳洲有同款的待遇。也那咱的国防部长郭立雄嘛表示讲，真欢喜看到这款的进步。中国军事扩张引起印太区域局势不安。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则拄啊落幕，带来好消息。美国会公布新的全球性指导方针，加速对美国防卫有伴的技术释出，也有新批天数纳入台湾，有希望改善军售延误。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别讲，代表台湾甲日本、澳洲等美国核心盟友享有同款的待遇。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无论是合作生产、技术转移，拢真赞同。我们会等这个指引，如果有正式公布以后，我们再来进行相关的跟这些厂商来进行相关的这些合作生产也好，或技术授权也好。韩如别讲，这届会议美台主要是以台湾打造台湾之盾，以认为应该采购更较侪NASAMS 飞弹系统，还有爱国者3型潜艇型防空飞弹。有立委关心，面对中国飞弹威胁，台湾之盾敢有法度成做抵抗中国火箭军的解放力？是全方位的多层的然后是这样的一个整体飞弹防御系统。那反制远程火箭作战应用的策略跟系统结构，当然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建军的方向。郭立雄讲，飞弹防御整合是台美共同目标，打造精密的防空网。不过到时阵优先负责伫前线作战，恐惊互国军真伤脑筋。因为国军今年偏现比78.6%，比目标80%较少。其中空军的防空飞弹士兵偏现比敢41%，防空舰力出现问题。边线比不足，第一个战力不足，第二个我们现在很多高精的装备在操作上。专业性不足的人来操作，它的危险性会升高。4月1号开始，我们
调升这个志愿加级之外，主要就着重在这个战斗部队的。他在不同的加。立委阁问航艦杀手多工击艦的平衡比是毋是较无50%？海军培会讲维持70%至72%。郭立雄表示，持续推杀官兵照顾，也甲各项战斗加级来提升招募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过来镜头来转到国际，美国白宫是宣布要来制裁罗西亚2大石油公司，希望就能源甲经济来逼罗西亚出兵超测停战。因为罗西亚是随公布核武的演习为名，连续2天来空袭乌克兰，因为上无有造成7个人死亡。另外，乌克兰有甲瑞典来买战机，希望会当增加战力。美国财政部公布新的制裁名单，宣布对罗西亚2大国营甲民营石油企业做出金融甲贸易制裁，市场受欢迎国际油价起价。白宫讲这是改变普丁算盘的关键一步。Hopefully he'll become reasonable, and hopefully Zelensky will be reasonable too. You know, it takes two to tango, as they say, and we're going to find out. They hate each other. These two people hate each other. You know that better than anybody, and it makes it more difficult than it should be. 北约秘书长吕特伫咧白宫甲川普见面了，对川普为着要结束俄乌战争所做的努力表示懊恼。美国是讲暂时无考虑提供乌军政府巡弋飞弹，因为训练的时间真长，短时间内无法度形成战力。The problem with the Tomahawk that a lot of people don't know, it'll take a minimum of 6 months, usually a year, to learn how to use them. They're highly complex. So the only way a Tomahawk is going to be shot is if we shot it, and we're not going to do that. 在川普取消甲普丁的见面了，罗西亚国防部是公布战略核力量年度演训的画面，包括六支雅尔斯洲际弹道飞弹、甲尖射轻舟弹道飞弹试射，也有图95 MS 战略轰炸机的演训。外界认为是新冠威胁的力量。罗西亚军队也伫咧战场连续第2暗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官方讲，至少造成7个人死亡，因为能源基础设施被攻击，真侪所在无电，真侪命体甚至有地方受到损害。Діти були дуже налякані, вони плакали, ми їх заспокоювали. В одної дівчинки були легкі порізи, я надала допомогу їм. І ми їх виносили просто в укриття і заспокоювали. Вони плакали і, діти є діти, вони кликали батьків. 为了要强化防空加攻击的能力，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及瑞典林雪平参访国防企业签意向书，宣布要甲瑞典买100到150台西洲战机，验过交机的时间可能要3天。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北韩昨对东海来发射弹道飞弹，这是南韩总统李在明上任以来的头一届。预计南韩伫这个月底要来办 APEC 峰会，那北韩射飞弹，外界认为讲这是在起无空哦。另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嘛，因为安尼来改变行程去听相关的报告。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指出，22早起8点10分，侦测到几啊粒敢若亲像地顶的弹道飞弹，对平壤南部的黄海北道中和郡发射，向东北飞大约350公里，落伫内陆地区临时海上。幸好即阵也伫分析。这是南韩总统李在明6月上任以来，北韩头一摆进行这类的试射。时机是离美国总统川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多国领袖到南韩庆州参加 APEC 峰会，敢若剩1礼拜时间。专家分析，北韩安尼做是要互人关注到北韩。川普加离岛来到南韩，已经讲今年来希望甲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搁再会面。北韩官方媒体是讲，金正恩对谈判持开放态度，前提是美国必须要放弃要求平壤非核化这个梦想。北韩这个月早前阅兵时啊，电视因家己讲上强大打击范围无边际的新型黑青20型洲际弹道飞弹。也伫日本拄则当选首相的高市早苗，也与北韩的试射飛彈改變行程，提早到官舍来聽主幹部。関係機関から被害報告などの情報も確認をされていません。しかし高市内閣といたしましては、国民の皆様の安全に万全を期すために、ただいま防衛大臣また外務大臣に引き続きこの必要な情報の収集分析を行うよう。高市早苗讲，无发现任何的飞弹进入日本领海，也是专属的经济海域。未来继续甲韩美两国密切沟通，并且共享及时飞弹有经资讯。也讲外交上希望尽紧甲美国总统川普这各国领导人建立信任关系。高市新闻是会长编译。
法国巴黎罗浮宫最近调查头，伫咧休馆3天了后，其他无出代志的区域总算是重新开放。也毋过咧，这维安有关是有空芳哦，尤其是伫咧博物馆外口的监视系统翕袂照全。也若罗浮宫的馆长是对外讲，伊已经有请示，也毋过这法国的文化部并无甲批准。发生重大惨的巴黎卢浮宫，伫关3天了重新开放被偷所在以外展区，现场游客意愿未少。无解是加挂警卫甲警犬四界巡逻，在歹徒无甲7分钟就得手价值高达30亿新台币的法国文化宝贝，而且佫美国监视器，亲像电影共款的窃盗手法，其实1976年就捌发生过。迄时阵偷的是查理10世用伫124年甲缅甸的顶悬宣召正式剑，这文物甲即马依然是下落不明。Plus de 40 ans, aucune direction, aucune présidence n'a essayé de corriger cette erreur, cette absence de vidéo extérieure. Voilà, la question demeure. 伫参议员严厉质问之下，卢浮宫馆长戴卡赫也承认，博物馆外边监视器确实无够，甚至被头展区阿波罗灯笼迄一边唯一安装摄影机根本无翕到被冲击的迄阳台。What we see in movies, it's so difficult, but in reality, it was so easy. It's creepy. Alors c'est là notre faiblesse, si nous en venons directement au point faible. Au fond, nous n'avons pas repéré suffisamment à l'avance l'arrivée des voleurs. 戴卡赫伫这场听证会顶员也表示，伊伫重大惨发生了，已经提出辞职，做互文化部长驳回。戴卡赫也强调，2021年伊就任以来，官方已经将整体维安计划提悬到概念性阶段，一个相当复杂的计划。伫确定采购条件进前，爱先甲专家进行细节分析甲准备，也建议伫馆内设置派出所负责维安。法国总统马克宏自己透过发言人表示，爱赶紧加强卢浮宫的保安措施。北京被偷文物以外，一件属于拿破仑3世太太奥仁尼红袖的袖冠，竟然伫案发了后，被巴黎警方伫卢浮宫附近找到，不过伊的结果损害严重，研判可能是提出展示柜的时阵损坏，官方也会进行修复。公司新闻洪如梅报道。另外，法国巴黎的郊区伫7礼拜出现真罕见的加雷亚风雨，有3台吊车是去互吹气弄到建筑物，造成1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也若伫咧印度有放大量的烟火来庆祝拜登节，不过咧，伫咧过灯工所造成新得的 PM2.6，这浓度超标56倍。风一直扇，树仔一直摇，镜头甲扭棍看，竟然是连光风。巴黎北部的郊区20发生连光风。几多栋建筑物的出顶挂互伊掀开，有3台工地起重机，互伊烟甲倒去弄到边的建筑物。尾后一个工地有发现就位工人死亡，也有10个人受伤。伫几分钟内，强强加一个连光风，真侪人拢被火反应。怎么讲起来，也个心内惊惊。Ça m'a secoué dans tous les sens le véhicule. Je croyais que j'allais m'envoler avec le véhicule en même temps. Je suis resté et ça a pas duré 2 minutes. Cette histoire que vous voyez, ça n'a pas duré 2 minutes. 官方讲，法国虽然有当时会发生连光风，不过这边向来如果造成这么严重的损失是真罕见。另外来看印度20庆祝传统的节日拜登节，放真侪烟火，不过过灯工空气污染真严重。气象单位讲，新德里伫咧拜登节过灯工的透早 ，PM2.5的浓度每立方公尺846微克，是联合国标准的56倍。To be very honest, air is kind of heavier over here. In the Surat, where I live, it's light at the lighter side. You'll be easily able to breathe. Thoda sa pollution is slightly increased here. It's manageable. 因为气候加地形的关系，受到新德里所在地印度北部，每年冬天拢会有严重的雾霾。有研究讲，伫咧2009到2019年之间，有380万的印度人死亡原因，甲空气污染有关系。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镜头转转来关心国内地震，非洲地震消息一别出来了后，这市场的业者是拢真紧张哦。屏东是国内饲乌毛猪真济的所在，上济的所在，加上这乌毛猪用过是拢灌死饲喷水，若县府早起就起来开闸饲喷的低调，也有猪农望政府趁这摆的机会协助业者来转型。
穿保护衫的稽查人员问业者饲猪的情况，因为台中出现敢若非洲猪这案例，屏东县政府虽启动防疫，全面稽查县内用喷饲猪的猪条。目前屏东有1285个猪条，大约饲100万只猪，其中有98个猪条批准使用喷。县长周春美指示动物防疫所、环保局与警方组成联合稽查小组，2国2市会完成稽查作业。有98处是检核再利用，可以来喂养厨余的。那我们喂养厨余的头数大概15万头，那大概每天要利用的厨余大概2万多公吨。那相关的厨余这5天都不能够禁用，我们希望能够全面防堵，然后防住这个非洲猪瘟的入侵。周春美讲，喷水是非洲猪这高风险来源，因此屏东县会全力配合中央政策。不过，毛猪产销班的经营班长表示，猪这的消息逼出来，第一个影响的就是猪肉的价销，第二就是原本使用喷水来饲乌毛猪的业者。屏东县有17至18万只乌毛猪是国内上济，即马看要怎样帮助因转型饲养的方式。传统上黑猪都是用厨余的啦，好，所以我们是跟厨余的这个关系非常密切啦。好，那碰到这样，如果后续没有在办法马上使用的时候，好，那当然对黑猪的整个产销链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嘛。好，那黑猪的数量本来就少了，那如果受到影响的话，数量更少，那对整个产业的影响更大。县府除了加强饲猪场的稽查，也要求学校厨房专门清查猪肉来源。另外，各乡镇清洁队收集到的喷水，嘛暂时停止提供给猪料使用。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台中呢，长期喂到非洲猪只，各县市也拢启动应变。虽然讲这病毒未去喂互人，啊，毋过新德县的学校营养午餐的菜单也是赶紧对的调整，专管是暂停使用猪肉来改用鸡肉、海产和鸡卵等等代替，希望讲会当确保学生的食食安全。厨房当咧无用学生的中昼顿，原本菜单顶悬的猪肉嘛改用鱼啊。受到疑似非洲猪只事件影响，为着要确保学生食安全，新德县政府宣布，自23开始，县内学生的营养午餐原底有用到猪肉的部分，全部换做鸡肉、海产、鸡卵等等的食材。学校第一个部分会做到检视现在的菜单还有食材，如果有需要做调整的，我们第二个部分就做调整，然后以学生的饮食。然后也不要造成太大的一个不便。利用就是相同蛋白质、营养价值的食材去做替换，像鸡肉，然后鱼丁，然后就是去对换各种食材，所以孩子们还是可以吃到一样营养均衡的营养午餐。除了学生营养午餐禁止使用猪肉以外，教育局表示，目前学生食不完的食物是交予合格业者处理，卖规定业者一定要加强分类甲管理。防止油喷流向饲猪的业者，确保防疫安全。猪肉的用品的话，我们会尽量请学校以比如说海鲜或是鸡肉的部分来做一个取代。那另外，我们也会请学校尽量把厨余的水分沥干，并且配合我们环保局将厨余再送到我们指定的地方。另外，也会请学校我们每日来做一个厨余的统计量，以确保我们的厨余是指定到我们指定的场所。根据统计，全台湾所有的学校一天大约会产生50万公斤的油喷，数量这么多，要安怎安全处理？也成做防疫单位需要去面对的重要难题。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台南西拉雅的甲半线部落，当年拢会举办夜祭来感谢祖灵。今年本地是要传16只猪来办仪式，也毋过咧受到地质影响哦，即马是改用米糕钱来做成猪的形。部落表示讲，虽然形式改变，也毋过感恩的心意拢是共款的。明仔载夜祭嘛共款是会照常举行。一只一只的大只猪仔是台南甲巴煞西拉雅族人为着感谢祖灵阿里祖一冬来庇佑专工传的大公海头前，甲代表西拉雅白色的布嵌入猪顶悬，正庭点滴敬酒仪式，神圣庄严。不过像安尼画面，今年可能无都看到，因为台中表示可能感染到非洲猪瘟，全国禁止运送猪仔5天，地数影响到24要办各地重要民俗甲巴煞夜祭活动。啊，无直接服侍啊，里某无摆才会个啊。哦，就是恁遮在地拢一定会摆啊。有在地拢有。啊，你烧酒饭卵啊。哦。哦，啊，你个生理安尼。
根据了解，野在拜祭仪式1935年由日本学者用影像记录过。这个仪式是感谢阿里堡保庇一党平安、冒幸运的意涵。参人来讲，拜天空的性质完全无同。去年因为因做无滴，干那准备3只，今年本正按算有16只。无意外，金运灵，伊嘛只好改用比高尺来做麦的形来代替，表达心意。祭司后我交代的吼，就是讲，你会当去做麦滴来代替啦。那麦就是阮俗语内底讲的吼，炊色的这个煮米饭啦。所以其实嘛是相共，嘛好啦。两种无共款的传统文化结合做伙，来这个适应当代这个社会变迁吼，和这个文化都会当传承落。在这一次的西拉雅业绩里面，看到史无前例的3只逼格低来当成祭品，可以看到台南市在文化资产的底蕴是相当的丰富的。有900多历史的亚洲文化，就算连方面化运动嘛无互人禁止过。这回因为猪仔头一摆无猪通拜，伊嘛讲转换形式举办尔，才会西拉雅族人30天来拍拼争取原住民身份。这摆嘛透过亚洲，参大家分享平保原住民族群身份法通过好消息，未来嘛会继续拍拼保存文化。争取权利。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伫咧高雄猫头山内湖这搭日月有业者乌白乱倒事业废弃物，到当时也清白了哦。国民党立委也有找环境部到现场来考察，要求检测土壤，也有水源。也毋过双方咧无达成共识，打算搁找时间来做。也若环保团体是服务政府，就要要求业者甲这受到污染的土同齐清好掉，嘛着量早来检测，避免污染土地。乱倒的废弃物还有一大半无清走。今年2月，高雄北头山内湖山坪，互不法业者乱倒事业废弃物，虽然相关涉案人已经起诉，不过废弃物甲单还未清完。他6点就来啊，来处理啊，反正刷石啊、遮拢真走了。民代环境部23透早到现场要验地面水，确认是毋是有污染。不过这水坑规个屯平，进行环团甲环保局原来有对现场的土做体检，结果拢无共。民代甲环团再去要求搁再采验。我们等一下可不可以带着您去做采样？还是今天这个采样您是没有要做了？已经都走到实验室的检测，结果数据也出来了。这个数据也让检察官作为判定的一个结果、一个依据的时候，我们现在还要回来做快筛吗？环境部认为土摆爱等废弃物全部清走了后再测，双方无共识，因为内湖是阴产地用的，会另外搁选日子找农水署做伙检测。不过环团认为安尼伤慢。他现在还是说它只是一般的实验废弃物啊，那事实上这些对环境的污染，已经是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可是我觉得他们一直还在回避啦。高雄市政府要求业者限期10月底前清完，不过现场废弃物有阿鲁米、有电子胶脆料等，经过连续落雨早都淋入一般的土壤。环团希望除了清废弃物，嘛爱将污染的土清除，搁赶紧检测当地的水甲土，确保污染无扩大。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为着要来提升野生动物的救援效率，也有保育资源，所以农业部林保署的南投分署有甲台南投的草屯一间动物园23签署野生动物救护站的合作意向书，未来通为分署管区内的野生动物来提供紧急救护，也有医疗照顾。来，让我好一下下，看一下下哦。兽医师温州体目睭受伤的兔仔点目药水。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甲南投县草屯镇一间私立的动物园签署合作意向书，打算要伫南投草屯救荒遮的动物园内底设野生动物救护站。农业部林保署南投分署表示，这几年因为人为开发甲环境变迁，野生动物含人类活动范围小塌，受伤的状况袂少。拄到迄个窗纱，也是路顶伫行的，当阵若去互车搞着，大家联合。那对这啊有紧急的动物呢，咱就请人来甲阮大家收容、甲阮救援，那会当提高它的成活率啦。可以治疗的还蛮多的，其实一般的野生动物过来，我们应该都可以做初步的处理。那如果比较像保育类的，还是有我们比较不熟的，我们就会后送到特城过去。动物园指出，园区内原本就有兽医师、猫麻醉、开刀、甲照电工加医疗检查设备。进前就捌移植过鸟头鸟、碰刺遮野生动物，未来除了会甲林保署合作，提供动物救护、医疗、暂时收容甲野放评估训练以外，也会做动物保育、救护的电视甲宣导，加强游客对野生动物的保育意识。
互咱即个少年囡仔吼慢慢对即个做野生动物吼有即个观念吼要安怎来甲伊保护。像咱今年吼嘛有诚侪碰刺啦吼尤其咱遮的鸟头鸟吼有飞袂晓的时阵吼会落落来吼年年拢有一只伫吼即救护。动物园业者也表示，这摆签署合作意向书，代表着政府甲民间对生态保育的决心甲行动力，希望共同守护自然环境，以及生物的多样性。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高雄路底的百年国小是全国头一间台语实验小学，因自今年2月开始试验用台语教册，然后在9月正式成做台语小学。今仔日有特别开宣布会，目前大部分因是用台语、南华语的双语教学，也有专业的台语老师来协助教学。有老师讲，这半冬来的沉浸式教学，无因为用台语上课就去影响到囡仔学习，嘛好，这师生的台语是愈讲愈好咯。你拄则有偷啉无？你有骗到无？老师用台语教数学问题，大概2年的囡仔嘛用台语用。高雄路这个百年国小自今年2月开始试上用台语教册，9月份正式成做台语实验小学。目前除了国语、英语这2项语言课无用台语上课，其他亲像数学、社会、生活健康，甚至是体育课，拢会当听到老师囡仔在讲台语。师生经过这半年的浸水式教学，台语拢愈讲愈好。台语课上好耍。为什么呀？因为有时阵考试了会当看影片。你平常时上介意做啥物啊？画图甲运动。做啥物款的运动？棒球。听家长讲吼，因即摆写数学的时阵，喙会豆豆啊，细细念着1个、2个、3个、4个，就是会念出喙，念出声啊。家长就感觉真趣味呢，阮囝会当开始讲台语啊。百年国小成做全国头一间台语实验小学，无论是学界也是家长，拢有积极甲建议。校长讲，即摆宣布会毋是成果展现，是希望互外界了解学校实际做法。校长强调，老师用台语上课，若当着囡仔台语听毋捌的，嘛用华语搁解说，袂因为用台语上课就去影响囡仔学习。用台语来教数学，用台语来教社会，安尼是毋是影响到囡仔的成绩？其实吼，这点就是讲，嘛要请家长来放心啦吼。不管是用对一种语言来教学科，阮重视的就是学科的知识。即阵学校有3位台语专业师资来加入协同教学，帮助学科老师来备课教册。有老师讲，要学语言环境真重要。有囡仔对原本拢袂晓，即阵也会使讲几句。像伊经过这半冬的教课，就可以家己搁甲台语搁扣倒转来。记者看下朱朝阳、高永昌报道。今年台湾国片累计到单日票房已经是卖到7亿外咯，和去年同期比起来有成长26%。为着要来提升台湾电影的制作规模，也有国际竞争力，文化部伫咧今年有推行大航海计划。文化部表示，除了会来增加资金的补助，甲国片撒到国际，也来增加文化部的优惠活动，鼓励少年朋友来支持国片。今年国片一出接一出，亲像动作片、角头斗阵的，含96分钟的电影票房拢破亿，占前2名。也有恐怖片、纪录片等等类型真多。根据文化部的统计，今年国片票房高达已经有7.58亿，比去年同期成长26%。国片联名委员会表示，看到今年好成绩，嘛乐观期待后续国片的发展。也有电影工作者希望，未来文化部除了补助，也要加关注明星的培养和国际连接等等。其实我们从今年暑假开始，很多大片，包括像所有的国片陆续破亿了。然后真的泥娃娃加油，我觉得你可以破亿的。在市场中，你必须要关注的部分，可能来自于明星的养成，或者是国际市场的连结，然后或者是在其他海外市场能够露出的一种怎么样去铺垫这些市场的过程，我觉得都很重要。为了要提升台湾电影制作规模和国际竞争力，文化部伫咧今年正式启动大航海计划。文化部表示，未来继续推动这项计划，打算资金上最投入1亿，来甲国片撒到国际，也会增加文化部优惠活动，鼓励少年观众支持国片。最近我们推出一个大航海计划，最高可以给到1亿左右然后如果可以国际合作最好，如果不能国际合作，可以把电影拍出来卖到国际也可以。文化部为着要促进国片的发展，对今年开始嘛针对纪录片来提供前期的制作补助，另外嘛协助纪录片来做电影调查和题材开发等等。另外文化部表示，虽然也有30出国片，嘛鼓励民众自会用行动来支持台湾电影。记者陈心东、曾春友台北报道。
日本出名的天乐伫京都的美术馆，即个月开幕，拢总是四层楼高，有1万平方公尺的展览空间，这50件定正式作品也成真侪游客行脚到。伫咧暗摸摸，敢若是山洞内面的空间，体验舞形、色彩缤纷、灯光、音乐，抑个气流共同建构出来立体式艺术作品。以跨领域活动科技，定正式体验出名的艺术团体 Team Leopard 伫京都上演第4个也是上大的常设馆。4层楼的镜头杯，1万平方公尺的展览空间，50件大型的作品，特别的欣赏体验，吸引真侪国际观光客。Oh, very amazing. I think the atmosphere is like the space is very huge. 美术馆的展览主题是 BioVortex 生命甲河流2个词共同所营造的意象，互观众伫咧敢若以生命为主题的艺术空间，主动或者是被动的感受生命敢若是假链同款伫咧流转的世界。除了原本真有名的旧作品以外 ，Team Leopard 也有真侪用无共触感媒体建造的新作品，像敢若是粉同款铺伫咧半空中的沙文坡、发光的球体，一个龟龟。甲京都的传统风格甲未来科技联做伙。I think it met our expectations and it was very cool. We've never been to something like this, and definitely not back home in the States. Very interactive. 这座新的美术馆伫咧京都车站的对面，规个区域一个设有7面艺廊、精炼创作实验场，是一个国际甲本土团体共存共赢的文化交流点。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下半部天气变化是安怎？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22度至25度，中部地区24度至30度，南部地区26度至31度。再来东部地区23度至28度，再来外东地区21度至26度。再来是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卢尚如，明仔载同一时间下晡3点，咱再会。